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人是福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侪有患难。出来亲像花，又被刮落来；飞去亲像影，袂当存留。旧约圣经约笔记第14章第1节到第2节。神创造一切宇宙万物，咱人也是伊所做的。咱人被造是非常的尊贵，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。但是自从咱人类始祖犯罪了后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就临到了咱所有世间人。这则圣经直接来讲出咱人类生活伫这个世间的第一天开始，就将要面对着痛苦的事实，尤其是约伯伊亲身的遭遇。伊更加当体会这种人生的事实，因为一日一天的时间内面呢，伊失去了所有的财产，加7个后生，3个查某囝，连伊家己的身躯呢，也对骹底啊，一直甲头壳顶，拢生了毒疮。因为安尼，伊对人生在世间的情况呢，有深深的感受，就讲了一句话：人是福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侪有患难。出来亲像花，又被刮落来；飞去亲像影，袂当存留。咱不管讲咱是啥物阶层的人，咱若是会当明白这个人生悲哀的事实，伊可能会帮助咱对世俗捆绑中间积极来敲找真理，对辨明领受真理中间来伫落透帮。伫每一遍咱若是无意中遭遇到患难的时阵，咱就袂闷闷不乐咯。其实患难会当互人谦卑落来，要伫咱人亲像作诗人伫诗篇30篇第6节内面所看口的。伊讲：论到我凡事平顺，便讲我永远无动摇。敢真正讲咱一生平顺，永远袂动摇嘛？确实有影，伫咱人凡事拢真平顺的时阵，就比较较袂谦卑，也容易夸口家己所行。但是第7节诗人又搁讲：神若暗面无看顾，伊就惊吓咯。患难也当互咱面对一直伫人世顶面的无限度的追求，因为伫无偌久了后，咱就要互神刷去到另外一个天堂的花园内面。咱人生短暂的福乐，只是建立伫脆弱根基顶面。亲像鸟伊敢会做收伫迄个破柴夫所扑动的这个树枝顶面呢？同款这种理由，咱敢会伫这个短暂的世界中间，永远亲像鸟伫咧大受。咱的亲人只不过是暂时属于咱的。世间的财富好处呢，也是同款。财富敢是有当时啊，也会亲像鸟安尼就飞去嘛？咱也袂当家己担保讲，咱家己永远拢会当健健康康啦。这个园中的花蕊呢，袂永远开着，咱也袂当指望永远兴旺顺利啦。神因准着软弱甲疾病临到着咱，互咱谦卑，才着苦难也来荣耀伊，一生来倚靠伊，来顺服伊对咱个人的安排，也来荣耀伊。伫短暂的人生旅途中间，咱一刻也袂当望主宰着咱袂去拄着苦难的来劫，嘛无一天是可以完全来逃避着忧患啦。人生就亲像一桶的苦酒，若是想要伫中间敲找着欢乐，就会敢若亲像人伫海中要敲找着蜜糖啊同款，愈找是愈咸，是愈苦啦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若是提早看清楚人生的真相，毋是干那只单单重视经营这个看会到日光之下的物件，只贪爱着这个世界的财富、名声、地位以及肉体享受。
咱更加爱积极来敲找着顶面将来灵魂的得救，来进入迄个永远活命荣耀的所在。亲爱朋友，天顶永远的福分呢，才是永远长存的。世间苦难的路，有当时也是神所赐的机会，要带领咱找到等于天家的正路。世间的苦难的路，也是基督徒欢喜回家的路。人是有灵所生，日子短少，侪有患难，出来亲像火，又被刮落来，飞去亲像影，袂当存留。旧约圣经约笔记第14章第1节到第2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